一家人诶，保持一个安全诶距离互咱诶礼拜群会当较安心。咱伫要开始礼拜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搁引带阮来到你的圣殿，来服侍你、敬拜你。求主保守看顾阮的心怀意念，互阮的心安静落来。透过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祝福。求主找见圣神运行伫阮的教会中间，帮助阮用敬虔的心来服侍你、敬拜你。阮要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也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看顾。保守看顾阮手所做的工，用手所做的工来荣耀你的圣名。是阮的主，今仔日是母亲节，我们伫礼拜中间庆祝母亲节，感谢母亲的辛苦。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互阮在座所有的做人的母亲的，拢有智慧，有你所想事的疼。会当用你的疼来疼我家己的囝，互囡仔得到祝福。恳求主，你互阮亲像一个大家庭同款，也会当彼此成做彼此的帮衬，常常透过疼的分享，互阮真实见证你的疼就伫阮的中间。主啊，我们要将阮的教会也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特别是伫疫情升悬的这段时间，求主坚固阮的信心，保守看顾阮，无受到灾害。若有得到病痛，恳求主你亲自医治帮衬，互阮会当用信心经历这段时期。阮确信。无偌久，阮就当恢复正常的生活。求主也保守伫线顶甲阮同一个礼拜的兄弟，阮也领受你所赏赐大的恩典。恳求主保守看顾阮的国家台湾，互台湾面临着这个要恢复正常生活前的这段时期。艰苦的时期会当紧紧来过去，互阮伫你的保守下面得到平安。阮也将这个世界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了和平，互你的平安临在伫每一个人的心，也将你的仁爱公义遍行伫这个土地，每一个受苦的人。会当得到头棒，互每一个独裁压霸的人，会当悔改、学习谦卑的心。恳求主你赐福看顾，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我要伫列邦中做官大，受尊最大，伫遍地也要做官大。咱即是做伙来吟诗而乐上帝，圣诗第174首，人若结连伫主耶稣，请起立。请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阮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这2年外来 COVID-19 的疫情中间，你保守台湾无拄着过头严重的疫情。希望最近1礼拜，阮四周围感染的人有快速的增加，也毋过侪人认为，现在传染的 Omicron 病毒是比较较袂引起严重病情的病毒。所以，虽望阮有侪朋友感染，却伫短的时间就恢复健康。所以，阮反倒等应该要为着这个新的病毒快速的传染来感谢上帝的恩典。希望通过感染100%的增加，让疫情有机会来消失，结束这2年偌久的疫情。今仔日是母亲节，侪家庭因为疫情隔离无法度庆祝这个节日。恳求上主恩待受到疫情影响的家庭，世上所有母亲，因是上帝你所差派来到地面上，做世囝的守护天使。我们用感恩的心，一世人来友孝父母，用实际行动来报答亲恩。活伫这个世间，诚做上帝所重用的人，恳求上主的国度紧紧降临伫这个地面上。
今早起，愿众会友无论来到圣殿，或者是线顶甲阮做伙聚会的众人，阮要用感谢入你的门，用俄勒入你的院。阮要感谢你，俄勒你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你的慈爱直到永远，你的信实到万世代。主啊，阮要为着 Ukraine 的百姓来祈祷，求主保守安慰因，抗赢恶势力的侵略，保守 Ukraine 国土的完整，彰显你的公义。由你阿耳孔来听因的祈祷，也听全世界为了 Ukraine 的祈祷。愿阮高举阮的双手，不是为着阮的教会牧师团中集同工来祈祷，互阮有智慧来做适当的安排，互众会友伫安全的环境下面来敬拜上帝。愿主你保守阮直播的同工，将这个事工做更较完美，互正信徒会当伫山顶甲阮同心一意做伙来敬拜上帝。恳求上主你保守阮的安养中心的工作人员，甲侪长辈，拢会通平安通过疫情的考验。保守阮的幼儿园的同工甲幼儿，无拄着恶担当的事，互老师甲园儿拢会通伫安全的环境下面进行有品质的教学甲分享。求主你保守阮伫新庄主神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安全，祝福新庄牧区的吴牧师甲侍奉的团队，因所做美好的事工会通结出侪果子，祝福因亲像种伫溪边的树木，照时来结果子。主啊，伫阮万行袂话，阮只有谦卑伫你的面前，恳求你做成你的圣工，因为伫你万事拢会。主啊，因为这个疫情，阮每一项事，阮每一个人拢总爱重新调整阮的步调。阮只有恳求你赏赐智慧，互阮看明白你的旨意，互阮成做一个顺服佮有智慧的奴仆，合主来使用，来成你的圣工。愿阮伫这个疫情中间步调变慢的时，学习成做一个欢喜耶和华律法的人，日思夜想，成做一个蒙福的信徒。阮要用信心、仰望、甲疼心来抗赢一个充满挑战的世代。阮深信，无论是伫什么境遇，上帝有权掌管。阮也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做祈祷。阮的天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荣华，你的旨意行，会天天像在天里。阮的日时平安日落阮，赦免阮的过犯，因为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你传日时，就叫阮发现歹的，举国官员、员工拢是你所有，大家有真，阿门。
做伙来启用伫圣诗后面第9篇诗篇第32篇。过失得到赦免，罪过得到加砍的。耶和华无算伊的罪，伊的心无干在的。我静静的时，我的骨头高大。我对你摆列我的罪过。我讲，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因为你，凡见那虔诚的人，会通找到你的时，就记得你。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你要用得救的歌，四面为我。我要做目看你来劝诫你。要用马甲姜、马绿色约束因。害人受罪苦难。恁义人啊，就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咱有缘要赞美是伫即个录影来播出因早起的赞美是儿童合唱团所吟的诗。第一首是一首欢庆的哈利路亚。第二首是少年我的妈妈，甲做你的囡仔真好。
咱做伙来共读上帝话，咱第一位的圣经节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章26节到38节。伫伊丽莎白怀孕的第6个月，上帝差天使加百列到加利利一个叫拿撒勒的城去，要传信息给一个在小女叫做玛利亚。这在小女已经甲大毕的家族一个名叫约瑟的查甫人订婚。天使到伊面前讲：“愿你平安，你是蒙恩的女子，主甲你同在。”玛利亚因为天使这句话非常着惊，就思考这个问安的含义。天使对伊讲：“玛利亚，你免惊，因为上帝施恩典予你，你要怀孕生囝，你要改号名叫做耶稣，伊要成做伟大的人物，伊要被称作至高上帝的囝。主上帝要立伊继承伊祖先大毕的王位，伊要永远做雅各家的王，伊的王权无穷无尽。”玛利亚对天使讲：“我还未出嫁。”这款的代志太会发生了。天使回答：“圣神要降临在你的身上，至高上帝的权能要庇荫你。就安尼，迄个出世的圣婴，你要要称作上帝的囝。你看你的亲情伊丽莎白，伊虽然年老，人讲伊无可能会生。”总是伊现在已经有6个月的身孕，因为伫上帝无一项做袂到。玛利亚讲：“我是主的女婢，愿你的话成伫我的心上。”就安尼，天使离开伊。咱第2个圣经记载伫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到第2节。既然咱有遮尔多见证人，亲像云彩围绕伫咱四周围，咱就摆除一切ทัก碍，甲咱高高甜的罪，吞润来喷照咱头前的路站。圣经以上今早起的信息是咱的主任牧师蔡牧师伊要宣讲的题目是耶稣的老母玛利亚。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母亲节，牧师期待对耶稣的老母玛利亚，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因为有关玛利亚的信息真济，咱会分3个礼拜来分享。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你想事的话会当更新改变阮的性命。主啊，现在阮要专心来听你的话，求你帮助阮，互阮的心柔软，亲像一块好的田园，要栽种你的话语。主啊，阮愿意用顺服的心，接受你种伫阮心内的道，就是迄个会当拯救阮的道。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而且照你的话去行，来领受祝福。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首先牧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认为做耶稣的老母好无？做耶稣的老母好无？好，无好。有人讲好啦吼。当然对某一个角度来讲是非常好，因为伊是一个极大的荣耀。咱伫人类的历史中间，了一个人受竞选来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所以足大的荣耀啦。但是相对，咱也知伊要付出真大的代价。
所以咱一开始咱这礼拜先要来看，做耶稣的老母到底有啥物款的忧愁较烦恼？这可能也是真侪老母爱面对的，但是玛利亚比咱面对的更较侪。传统上，咱认为玛利亚的形象总是感觉讲伊是真纯洁、顺服的代表。确实是安尼。玛利亚顺服上帝的心意，成做耶稣的老母。但是透过圣经的了解，咱发现这款的顺服，确实为玛利亚带来真大的挑战。当玛利亚顺服上天使的话，欢喜照上帝的旨意，对圣神怀胎的迄个时刻开始，伊就必须要面对人生中间一个比一个较重的忧愁、较痛苦。咱先来做伙来看伊所必须要忍受的这个忧愁痛苦。第一项，咱知影玛利亚面对家己的婚姻，就必须伊领受上帝这个心意了，伊就爱面对伊婚姻所带来困扰。当伊愿意接受上帝的心意，和圣神感恩怀胎，伊就必须要面临家己伫婚姻顶面真大的挑战。咱来想看卖，一个少女对家己的婚姻有偌尼大的期待，检采伫耶稣迄个时代，一个妇人人拢期待家己的婚姻会当美满，拢会当得到家己丈夫的疼惜。但是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咱在迄个时阵已经订婚。我相信伊嘛有去了解讲，伊结婚的对象约瑟是一个义人，是一个真好的人，所以一定满怀希望讲我会当得到一个疼惜我的人，我要进入这个婚姻中间。结果伊接受上帝的旨意的结果，就是伊必须要背负着还未结婚就怀孕的罪名。当然，这是上帝给伊一个使命啦。咱知影现代人若还未结婚怀孕拢会小可感觉歹势但是伫耶稣迄个时代，迄毋是安尼呢？迄是一个真无名誉的代志。你搁对人讲袂清楚的时阵哇，真正是足大的重担。所以咱知影，当玛利亚讲我情愿照主的话成就伫我的心上的时阵，承受这个使命了，上司也为着家己的婚姻带来阴影。所以马上面对的就是圣经中间记载，伊结婚的对象就是约瑟。知影这件代志了，想要伫暗中甲伊解除婚约。约瑟是算一个义人，所以伫暗中要来解决这个婚约，安尼保持伊的面子。一般人可能毋是安尼。好佳在上帝的使者介入这件代志，互因顺利来完婚。这是第一关啦，第一面临的要求。接煞，囡仔出世。囡仔出世进前，罗马皇帝命令，爱所有的人拢等于到本城去报户口。所以这个时阵已经大巴肚，囡仔伫要生出来，伊个对拿撒勒，等去到伯利恒的所在。这是一段长途的旅行对今仔日来讲真方便，咱坐车，甚至坐高铁，都会当真紧来去到咱要去的所在。但迄个时阵无共款，可能爱行真长的路，佫真无方便。结果到伯利恒，竟然发现讲客店内底无所在互因住，伊无生产的所在，最后只好买条请做山房，买座请做婴仔的门床。这现代人拢有真好的医疗设备，会当做检查，会当受照顾。无想到咱的救主降生，竟然是出世伫一个真破、真旧的白条内底。这对一个做母亲的人是何等大的心痛。
然后耶稣出世无偌久了，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问希律讲：，迄个生来要做犹太人的王伫叨落？这句话引起希律的惊吓，伊为着坚固家己的王位，将伯利恒四周围2岁以下的囡仔全部拢杀死。这时阵，玛利亚只好抱着囡仔，事先得到天使的暗示，伊抱着囡仔往埃及的路上逃命。伊为着顺服上帝，就爱去冒政治迫害的代价，过一种四维流离的生活。再来第4项。咱若对圣经来看，咱知影，其实玛利亚甲约瑟的家庭是一个双向的家庭。咱要对倒来看，咱对于去圣殿所献的祭，咱就明白，当时的妇人人，若生囡仔了，有一段无清气的时间。若生的是查甫，有40天；生的是查某，有80天。当这个清气的日子满了后，因爱去圣殿，普通的家庭是献一只羊羔做烧祭，佮献一只钱仔做赎罪祭。当然羊羔咱知影价代价较大嘛吼，开费较相当大，所以律法安尼记载讲，你若真正无法度负担即个羊羔的费用，会当用一只钱仔，也是讲一对斑鴿来代替羊羔甲钱仔。所以即款的祭物吼，有种特别的名称，叫做送香人的祭物。咱看去路加福音书所记载，因去圣殿所献的，玛利亚所献的，就是送香人的祭物。咱理解讲，约瑟的家庭连献一只羊羔献祭的能力也无。照教会的传统，约瑟真早就过身，所以玛利亚伊就爱负担整个家庭的需要。伊一个人爱将伊所有的囡仔拢安尼请养大汉，是何等大的辛苦。这事实上这点吼，牧师会当深深体验到。因为我自细汉，我教会就无老爸，我2个小妹，一个小妹6岁，一个小妹4岁。我老母就是安尼照顾，安尼将阮这囡仔呢请养大汉。我到今还阁会记得吼，细汉的时阵，老母的辛苦，甚至我捌伫半暝的时阵，看阮老母摕阮老爸写互伊的批，甲伊的相片伫遐，一边看一边哭。迄种阁毋敢互囡仔知影，那实在是真困难的一段时间。咱知玛利亚就是承受即款的困境，毋简单安尼，伊甲忍受迄个伊囝儿互相中间的冲突。咱对圣经中间看见耶稣伫初期咧传道过程中间，厝内底的小弟介绍无真谅解伊的所作所为。所以圣经中间记载讲，原来伊连伊的兄弟也未信伊，迄个时阵伊的兄弟也未信伊啊。甚至耶稣咧传福音的时阵，无用较袂去食饭，厝内底人看到即款的情形，出来阻止伊，因为讲这个人已经起笑啊。所以因厝内底兄弟无谅解耶稣，做一个妈妈的玛利亚，伊必须要忍受厝内底儿女冲突的压力。最痛苦的一项，就是最后失去伊的囝。有人讲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生上界大的悲哀。玛利亚面对耶稣被政治、被宗教当权者的怨妒，最后伫迄个上界残酷的十字架的刑罚下面死伫顶面。玛利亚是做伊老母的，是亲自伫迄十字架骹看见伊的囝失去伊的性命。所以你若看路加福音书第2章35节，
咧预言玛利亚未来的迄个人生的时阵，就讲有一天伊的心会那亲像刀被插过。所以，咱看见着玛利亚的痛苦是遐尼济。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看伊6项的忧愁甲痛苦，但是咱今仔讲的真简单呐，但是伊一生就是安尼忍受。如果你若拄着相款的代志，如果你若知影讲你未来会拄着即款的困难，你敢会亲像玛利亚上官回答讲：“我是主的女婢，愿你的话成就伫我的心上嘛。”当然，咱会考虑看卖。亲爱兄弟姊妹，咱的人生可能无亲像玛利亚遐尼侪困难，但是至少咱拢会拄着一寡艰难困苦。所以，咱一定爱对圣经中间去找玛利亚到底有啥物款的秘诀，对于学习这种力量，就是去超越苦难的力量。对圣经的记载来看，玛利亚确实是坦然面对这忧愁甲痛苦，唔简单安尼，伊阁赢过这忧愁甲痛苦。所以，咱今日要做伙来看伊得胜的秘诀，咱分2礼拜来看。咱今日来看第一项，伊超越过这忧愁的秘诀，就是仰望上帝。仰望上帝。伫圣经中间，咱看见一开始，玛利亚要接受上帝的旨意，伊也是会有丢毒啊，伊也是有怀疑，但是天使鼓励伊，互伊明白上帝的权能。天使用伊丽莎白伊的亲情的例来讲，伊丽莎白原本就无法度生育，但是上帝互无可能变做有可能。上帝是一个大权能的上帝，天使来鼓励伊，互伊明白上帝有这款的能力，所以互伊的心转向。原本的伊可能克服着真济困难。我若接受安尼别人的误会，我要未结婚就怀孕，安尼我要安怎？我若承受这个做耶稣的老母，我可能要承受真济困难。伊头起伊的焦点是放伫这个困难，但是当天使鼓励伊了，伊将这个困难，伊将迄个焦点对这个困难转向上帝。所以，因为转向上帝，伊知影上帝是大权能的，检查有困难，伊犹原有够也对上帝遐领受气力来超越过这个困难。伊原本在被要求拍占的心灵，因为仰望上帝来得到改变，要求就对安尼消散，被上帝喜乐所取代。了后，咱看，当伊面对每一遍人生的困境中间，咱看玛利亚的态度拢是谦卑顺服。圣经中间拢讲，伊将这件代志，虽然伊无明白，但是伊藏伫心肝内底去思想，反复去思想，然后接受。上帝就带领伊经过这个困境。伫圣经中间，咱看玛利亚的顺服，好亲像，介绍拢真简单。咱在做甲拢做困难。其实玛利亚互咱学习的，就是伊单纯仰望的心。所以为着互大家更加明白仰望上帝的意义甲方法，咱要对第2段圣经来学习。第2段圣经，这是圣经中互咱一个足大的祝福，教咱安怎去仰望上帝。这可能连玛利亚伊嘛毋知影这个秘诀，但是玛利亚有单纯的心，伊就完全去仰望上帝。咱来看这段经文是安怎写。这段经文咧头起安尼讲，应该摆除一切的脱碍，甲咱高高甜的罪，坚忍奔走咱头前的路程。伫这段话，这个路程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一个比赛的赛程啦。也就是讲，咱好好专心注意迄个终点的目标。亲像一个咧比赛要赛跑的人。伊袂当叫边仔的物件吸引着，
爱专心看迄个目标，然后往迄个目标去跑走。咱人生嘛，亲像一场比赛，咱爱专心去走，毋通互困苦难关，也是挫折去打败。咱圣经中间提醒咱有4个方法来帮助咱伫即个困难的时阵，安怎去仰望上帝。第一项，就是咱会当学习一寡典范。希伯来书的第12章的第1节，头前讲，既然咱有遮尔一个见证人，亲像云彩围绕咱，就讲咱四周围有真侪见证人。比赛要甲玛利亚讲即件代志的时阵，伊用伊利沙伯的例鼓励玛利亚，讲你看你的亲情，伊有即个，伊通做一个足大好的见证。伊原本都无法度生育，但是上帝大权能，互伊已经怀孕6个月。所以即个见证就激励玛利亚。相反，咱四周围嘛有真侪见证，咱伫圣经中间咱看到真侪信心伟大的人物，因安怎经历因人生的苦难，咱就得到激励。毋敢若圣经内底，咱四周围，咱伫教会中间，咱的团契中间、小组中间，嘛有真侪人，伊拄着困难，但是因用因的信心，我靠上帝来超越过这困难的时阵，就互咱有信心。所以咱爱学习这个见证人，照因的模样，看因安怎经过因人生中间的困难的所在，仰望上帝来行出一条水果好的一个脚链。第2项，圣经同咱讲，爱放落重担。圣经讲爱排除一切的窒碍，原文的意思就是讲爱放落同样的重担。所以和合本的圣经翻译做放落同样的重担，意思是讲吼，这意思真简单明白嘛吼。咱咧赛跑的时阵，咱较有可能讲背一个足重的物件，负重赛跑，无人安尼嘛。咧比赛的时阵，咱就尽量把身躯顶无爱物件拢来放掉，这拢专心去走嘛。什么是咱的生命中间的重担？重担就是会影响咱袂当专心跟对主的物件。咱知影上帝创造这世界是丰富的世界，所以有真侪美好的代志，互咱的生命会更加丰富、更加多彩多姿。但是咱的世里，咱若受这美好的代志咱若会当去享受美好的代志，对咱来讲是一种祝福。但是咱若受到这美好的代志来束缚，就真做咱的负担。譬如讲，举一个例。真侪人甲无熟悉人真爱啉咖啡，这是我感觉是一个好的习惯吼。莫啉过量，对身体嘛袂歹吼。这是一个好的习惯。但是如果你若受到这个习惯的束缚，比如讲一定爱要求安怎，爱要求什么用什么款的水什么款的方式什么款好的品质偌贵的这个咖啡豆这款你追求这个时阵你就受伊束缚，你就无法度去享受这中间反倒等常常有这烦恼。有的人会真诶会晓经营事业，会当赚真侪钱财，这是上帝一种祝福。但是咱常常受这钱财所束缚，互咱的生命品质降低，这就是咱的负担。所以人生有真侪代志。拢会成替咱的祝福，但是过头就成做咱的重担。咱若要专心仰望上帝，就爱将这重担放落去自身看最后迄个目标。第3项，经文中间继续咱讲，爱排除一切甲咱高甜的罪。咱知影一个咧走即个短跑，也是讲咧赛跑的人，伊袂穿西米露去走嘛，对无？当即马现代咱若看咧奥运咧走，伊拢爱穿迄个上新的设计，迄个风阻上少的衫，安尼咧走，才通走了紧。袂穿安尼真重的衫去走。圣经咱讲做着亲像穿一个真重的衫咧走，咱爱将伊脱掉啦，
咱会将伊烫掉。这段经文大咱讲吼，这罪是真可怕，是高高甜的。有一寡代志吼，伊毋是单纯的负担，伊是可怕的罪。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爱咱彻底将甲这个罪切除关系。面对罪上介好的方式就是拒绝伊、闪避伊，毋通想要靠家己的力量去对抗伊，靠上帝予咱的力量去排除伊、闪避伊，来对抗伊。所以这点是非常重要。咱来靠着主的恩典，甲主的保护，洗清去咱所有的罪，互咱会当手清气、心清洁来到上帝的面前。最后一项，就是咱比玛利亚更较有更大的祝福，就是咱有耶稣基督这个典范会当跟对，有耶稣基督会当来学习。咱看见着圣经中间第2节安尼讲，咱来自信看耶稣，因为伊是咱信心的创始者甲完成者。伊无伫十字架前沦落，反倒转伫迄个听候伊的喜乐。伊无将死伫十字架顶的见效当作一回事，因为已经坐伫上帝宝座的正边。咱看见着耶稣面对十字架这款的困难甲难关的时阵，伊无因为安尼就软呢，就无要向前行，反倒当伊是靠着上帝的气力去完成上帝交代伊的命令。伊就是自信看上帝予伊的目标。向迄个目标跑走，学习耶稣的典范，会当度过人生的难关。也就是讲，咱对耶稣行，的确能超越过人生的困苦，行永远活的道路。亲爱兄弟姊妹，咱拢知影，最近这几礼拜，台湾的疫情有真大的变化，但是咱嘛真清楚。这是要恢复正常生活前的一段阵痛时期。只要咱忍耐，经过这段艰苦的时间了，疫情会缓和下来。所以，请大家的确爱伫这段时间，爱有信心，坚持落去。咱保护咱家己，若有身体有各样，咱就休困，也是照政府甲咱安排的方式去面对，请大家耐心听候，靠着仰望上帝来超越过这段困难，这段艰苦的日子一过，咱就恢复正常的生活。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带咱度过这个难关。咱有勇敢的信心，愿上帝保守看顾。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今日互阮看去做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伊生命中间的苦痛，阮也知伊安怎超越过这苦痛，就是完全仰望上帝。由此也互阮学习这款的秘诀，伫阮的人生困境中间，特别是伫这个时刻，伫这个关键的时刻，由此给予阮信心。互阮会当自信看上帝互阮的目标，认真跑走，互阮会当赢取迄个超越困难、胜利的时刻。由此帮助阮每一个人，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是要请咱做起立来吟诗阿乐上帝。圣诗第433首，恳求上帝施阮祝福。
只是赶快要用录影来放这个儿童主义学，为了保真济所献的诗，头两首是国小组，我的心你着俄罗主，妈妈的心，妈妈的目睭。再来一个是幼儿组，朱德文，妈妈甲天父怜悯。我的心里有
真感谢儿童合唱团甲儿童做了因用心的录影，为了妈妈来唱这诗歌。咱即时煞接来回应上帝的听，咱做来奉献。起立来感谢，主上帝，你是探查人的心的上帝。你所看重的是阮是毋是有用诚心诚意来敬拜上帝。主啊，愿阮的奉献真实摆咧伫你的面前，由你看重，带阮真诚勇敢来跑走天路。愿阮的奉献诚做芳芳的祭，摆咧伫你的面前，来得到你的欢喜。我来恳求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阿姐，感谢主，咱伫疫情的中间，会当亲身来到圣殿来敬拜上帝。我来做教会简单的报告。今主日是母亲节，祝福所有母亲母亲节快乐。伫礼拜中，咱会敬送每一个母亲，就是你结婚无拄拄爱有细囝，你已经结婚的。咱的姊妹拢会当来领到一份礼物，祝福咱的妈妈母亲会当身心灵拢健康、平安、喜乐，
满满有主上帝恩典。传播委员会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就是伫每咱这3场礼拜煞，会当去母亲节活动墙去摄影，来做纪念。具体关怀咱的会友康兆福兄弟，就是康维公长老甲秀清牧师的后生，要甲郭静怡姊妹伫5月14。本礼拜六下晡2点半，伫济南教会举行结婚典礼，欢迎兄弟来观礼，求上帝祝福新人。有一项补充的报告，就是咱这个报告中间有一个英文牧区的诗班，原来是伫5月15下晡要伫阳明山的各个塔浸信会音乐会来献诗，因为疫情，这个音乐会嘛延期，所以等确认了，咱才会个再登周报咱这时要请牧师来欢迎来宾来牧养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要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才有一位这个陆碧珠女士住伫咱边仔遮尔。陆碧珠伫遮好从遮，欢迎伊是高雄新乡教会请坐请坐。高雄新乡教会搬来伫咱边仔遮请等下当去甲贵宾室，互阮做进一步的介绍，甲接待。毋知其他有第一遍来甲咱中间无介绍到的。今仔日咱教会要赠送互已经结婚的姊妹一个母亲节的礼物，所以爱麻烦遮已经结婚的姊妹咱起立。起立，咱的工作人员来将这礼物赠送互伊。咱即摆起立，已经结过婚的的姊妹，咱请工作人员动作较紧的摕到礼物了，咱就会当坐落来咱上帝祝福互每一个妈妈点名嘛是有分了点名有分了摕到就让坐落来安尼到要未摕到的安尼大家拢有摕到好咱这个时阵咱同心来祈祷。希望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伫圣殿中间敬拜你。阮愿
上帝恩典保守看顾阮中间所有做母亲的人，主的恩典加添伫因身上，也享受因智慧、信心甲开力，以及丰盛的疼，互因会当用主的疼来照顾细囝。阮求主，你也保守看顾阮伫线顶所有的兄弟，每一个人拢得到主的看顾。阮中间如果若有身体病痛，求主你亲自医治；如果若有心神软弱，求主你亲自安慰。也互阮伫你丰盛的疼内底，当彼此带导、彼此关心。特别伫疫情升温的这段时期，求主亲自保守看顾，引带阮头前的路。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我相信咱每一个姊妹拢有注意到，咱今年的母亲节礼物是叫做礼重，情义也重。所以真细字满长去哈，因为有那么重量。咱做来吟上行的诗，圣诗第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咱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道下温恭受差遣。